秘密生活甲动物求爱无简单。世界上无比处搁较好的所在啊！拜四暗时10点，就安那甜蜜的家，上有意思的节目，拢伫公司第2台。这是公司第1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长安北道已经炭烧，台中市有10间幼儿园有班级停课，嘛提醒民众过来进入武汉肺炎北道第4波的流行期。传出健保一档8000个预算，明年会开减150亿，应该是真不满。嘛烦恼讲健保给付减少，民众自费会增加。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早起10点27分，因为保险丝断去，失电13分钟，影响到旅客出入境的查验，嘛一个航班受影响。心态是来看家长哦，就要特别注意，最近长安北道疫情的炭烧，咱国内目前嘛计共有3例长安北道的重症病例咯。最近哦，台中市有10间幼儿园有13个班级停课，卫生局甲医师拢提醒家长佮学校，就要特别注意。学生囡仔排归排，每一双手拢详细抹刷文，佮详细洗好清气，有防长啊病毒。新冠肺炎拄则转好，长啊病毒疫情颠倒咧行。台中的公私立幼稚园都已经有10间13班咧停课，一间托育中心停休。的规定就是，他们每30分钟会带孩子出来洗手20秒，然后完成那一些湿搓搓摩擦的工作，然后就把手擦干，确保那个手部的一个卫生。卫生局表示，对4月16开始，最近这3礼拜，因为长啊病毒来求医的，对原本的逐礼拜1390人，已经爬到1865人，达到有警达。建议囡仔若是有无说离去过着的，就应该请假留伫厝里。那共一班7日内有3个囡仔去过着，就要自主停课7日。家长甲学校拢要落实，互囡仔接洗手甲环境消毒，避免疫情搁再扩大。针对幼儿常常接触的环境表面，以稀释的漂白水来加强消毒。幼儿如果出现感染肠病毒的症状，应尽速就医，并请假在家休息。激越式的抽搐或者是说意识不清啊手脚没有力气，喷射性的呕吐，或者是会有呼吸喘胸闷的现象有这些现象的话，要注意一下，可能是肠病毒的重症要赶快送医。医师就讲，长啊病毒疫情也悬，今年长啊病毒症头是拿喉、喙内发炎为主，较无看到起水泡。提醒家长，若囡仔有出现揪筋、起青毛，也是有出租，都要特别注意。若严重，可能引起脑炎、心肌炎等重症，绝对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进入武汉肺炎病毒第4波的流行期，疾管署预估疫情会滚加到6月底。公共卫生学者是分析讲，本土主流病毒 BA.2.75，造成民众中伏感染的比例嘛升悬到12.5%。医师嘛提醒中伏感染一般来讲症状会较严重。你第2次确诊嘛，对不对？好，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咳嗽、流鼻水、有痰。
较真的民众伫诊所外口治疗，全程喙暗挂安安。虽然最近天气慢慢转热，不过新冠病毒依然继续传播。根据疾管署的观察，目前各项指标拢显示新冠疫情有个提悬。5月份的案件呢，比4月份至少多了2成到3成，从年轻的到年纪大的都有。过去大家严格防疫的时候呢，很多的感染不见了。那事实上都集中在最近才发现。本土新冠疫情正式进入第4波流行期，疾管署预估疫情会一路升温到6月底。工会学者分析比对了后，佮发现本土主流病毒株 BA.2.75，和个人中和感染的比率提悬到12.5%，创下新高，而且佮感染的严重程度会增加2倍。尤其第一摆感染的中重症的人，佮一摆感染的转移的风险是轻症的6倍。去年6月那一波 BA.2的人，他感染的自然保护力失效，会有新的重复感染 BA.2.75，可能从国外进来的这些 SBB.1.5已经进到台湾来了，然后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再感染的机会更高，而且传播速度会更快。学者认为，即马开放解封，甲民众自然感染保护力衰退，佮一摆感染的比例会慢慢增加，尤其是65岁以上、脆弱族群，佮感染的风险上悬，也有较侪中重症的患者，所以脆弱族群的精准防疫依然要继续加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健保一档8000亿预算，明年恐惊会防台减150亿。卫生福利部提出明年健保总额新的计算方式，其中设以基层总额减少23亿，互医界是非常的不满。因为讲这2档物件拢会起价，佮加上人口老化，医疗费用支出只会增加袂减少。若是健保的给付减少民众自费的项目有可能就会增加。卫福部进前提出，明年健保总额预估会砍掉150亿，引起医界强烈不满。医界人士认为，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支出只会袂减少，不过健保总额成长率所下降，健保点值阁会较低，病医甲医术人员的收入相对减少。健保给付变少，民众自费的项目就会增加。那对于这些非常昂贵的医疗新的治疗方法，它就会进到健保的速度就会延宕，因为健保没有钱了。已经把健保当成一个这个选举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吸票机啊，所以大打出来的是明年健保是不会涨啊，那不会涨，它的用的方式呢，反而还把健保价往下砍哦。医界表示，以前健保总额预算是向主计总处前2年医疗消费物价指数顶来推估。不过，这摆卫福部选用过去4年平均值，不过去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有价推高值，而且安尼健保安全准备金多是1.01个月，每年都无需要起健保费，互外界质疑根本是为明年总统大选的考虑。显然，社保司针对相关的质疑有在沟通的必要，包含长远来看这样的一个参数设计到底改变了什么。都需要弭平各界的疑虑。通常9月协商的时候，大概就有一个方向，但是如果双方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让部长去决定。那会在年底前。卫福部强调，提出的健保总额是草案，还佫要报行政院核定了后，佫送健保会做总额协商，上万9月度初步结果。若是健保会委员有无同款的意见，会交由卫福部长试水员来裁定。今年底进程一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劳动部早起伫立法院备询的时强调讲，已经将对幸福发建设公司罚1400万。有立委质疑讲，幸福发伫5档内底，共要求局部停工256届，却又搁发生事故。劳动部是表示讲，这应该是幸福发的公司文化，对工地安全无重视，无按照规定，才会常常违规。幸福发台中建案铁田内长期落落来事故，造成重责乘客1死10伤。各界关心救济情况，甲劳动部敢是有搁较积极的推测？劳动部18到立法院备询，强调已经开罚1400万。立委周期幸福发5年来，向局部停工256摆，也罚唔惊。劳动部回应显示，幸福发的这场文化无重视公安，才一直违规。这一个公司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明显的就是显示说，他这个整个公司对职场文化他不太重视，所以
很多都是没有照步骤来，本来就有一个平台，那我们会把这个高风险或是违反职灾安全规定的相关的这个，我们会提供到那个平台来提醒各主管机关。因为刑富法甲旗下公司共下令停工56摆，劳动部强调，这个数字已经坐到提起主管机关爱注意的程度。立委阁继续追问，各单位甲地方政府也会当补强什么？提醒他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可以让它持续吗？停工的部分，我们也会严格来处理。监管的部分，这个是内政部营建署的权责。地方政府的角色非常重啊，它包括它的施工计划、交通维护计划整个运输是不是有管理？时任立委王婉如认为，虽然刑富法已经罚开发1400万，也毋过每一户拢毋那是赚1400万，建议会当比照公平交易法，以销售金额比例来定定罚款金额。对此，劳动部强调会当考虑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国民党顶调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民众党昨晚提名党主席郭文哲，佮加上民进党的赖清德明年的总统大选应该就是三卡都。侯友宜今仔嘛讲到副手的遴选，外界有人支持郭台铭做副手，侯友宜是学了郭台铭的理念，甲伊相像。郭文哲嘛展开青年战队的招募，办公去收少年人来为伊拼选举。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是甲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见面，嘛强调讲台湾会坚定推动世界和平。无心市政，市长辞职；无心市政，市长辞职。国民党17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伫讲2024总统大会，传出有计上紧伫9月请假全力拼选战，真可能比较自2015年台积参选模式，请假3个月高悬出薪水。那亚总统竞选确定了后，副手的名单真受关注。他3大理念：和平嘛、青年嘛、繁荣嘛。就跟我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团结并肩作战。谢谢大家哈，那称呼你为妈妈市长，那妈妈会留在家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切表态全力相挺，党内除了侯郭配合作参选的声音，前台大校长关仲敏也互看作是乌马竞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正式得到党提名参选总统了后，随即招募青年战队，布局陆战，也为郭台铭抱不平。我有跟郭台铭讲，我说等你冷静1-2天再说吧，对他来讲就很 shock 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你都不知道比赛规则，你怎么敢去参加比赛？副总统赖清德18早起接见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致辞的时强调台湾会坚定推动世界经济和和平。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也一定会坚定地站在印太的第一岛链上面，发挥民主的功能以及经济的力量，持续地推动世界的经济发展以及和平稳定。赖清德也表示，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特拉斯以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显得更加珍贵。面对中国影响印太和平和稳定，民主阵营爱团结合作，才会当达到和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伫一场听证会证实讲，美国会提供台湾军援，头一波是5亿美金的武器装备哦。也毋过今仔早起，替副会主委彭世宽是表示讲，毋免开钱的军事援助，毋知影会有啥物代价。今仔早起有记者问彭世宽，志愿役的军人留袂调，替副的制度敢有需要修改？彭世宽雄雄登上去问记者讲，你若知影留袂调，嘛爱记者毋通问一款问题。中国提悬对台军事施压，美国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受俄乌战争影响，军购交付延前。美国国会伫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授权美国总统拜登使用总统拨款权，详细提供价值10亿美金武器装备予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出席听证会，正式要提供台湾重大军援。And I'm plea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oon provide significant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that Congress authorized last year. 对美国投升5亿美金的无偿军援，有希望达至刺针飞弹、标枪飞弹、
被解到美方替台湾下定前做准备，替赴会做会帮社款烦恼，无相军团也有不可预期的代价。你突然间接到无偿的这种援助，你一定会付出不可预计的代价。这代价是什么？我没办法回答你们。外界关注台湾国防自主是不是互美方牵咧行，帮这款认为各州艰难要落水，各高机量产拢是成果。因为国军最近人才流失的情形恶化，去年志愿役无适合人数创新高，有4066人，因讲是一个女的病例。帮这款被问到志愿役留袂掉，退伍制度是不是需要修改？民众大变高声回击。你怎么知道留不住？不要问这种问题。李伟指出，志愿役提前退场，不只是国家警讯如何协助就校就业，考验政府执行力。帮这款表示，退伍会会继续照顾退役的士官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伫今仔早起10:27，因为保险丝断去，失电13分钟，影响到旅客出入境的查验，嘛造成国泰航空一个航班延迟18分钟登机。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讲，因为保险丝断去跳电，随着体用闭湾的回路供电，10:27失电，10:40恢复供电哦。对于造成旅客无方便是真歹势，嘛强调讲未来加强检修甲保养。再来看，今仔暗时甲后礼拜二会有2波黄酸雨的方面，也毋过雨水可能无介济，对南部可化的状况无啥帮助。有民间气象公司指出讲，目前几波黄酸雨的方面哦，拢是移动型的方面，无停留较长的时间，所以雨水是无济。美国上新的气象模拟嘛指出讲，2礼拜后就无黄酸雨的方面咯，也毋过是出现真济的风台。海面上热带系统长期发展，天气风险公司分析，以美国 GFS 模式，14天后的预测已经无黄酸雨的迹象。风台季恐惊提早报道，今年黄酸雨季恐惊无雨水。季风潮就是台风会发生的可能的区域的机会跟时间点，已经可能在5月下旬就会发生了。那这个就代表说，今年有可能会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就是空梅，就是没有典型的梅雨锋面，大概在6月的时候来台湾。2礼拜后的预测虽然讲也有变化，不过气象局嘛讲，拜四暗时开始到后礼拜2，拢总有2个黄酸雨方面通过，是属于移动型方面。确定对水情的帮助无大，不过伫方面通过时阵，也是要注意可能有低延时强降雨。直到拜5规天，各地天气拢无稳定。最明显的降雨时段会是落在明天白天的一个时段，各地都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发生。那在白天随着锋面由北往南移动的过程之中，要留意可能在锋面上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不过伫方面报道进前，各地日射也是真热。北部高温会36度左右，东半部原来有火烧风发生的机会。气象局提醒民众出外注意，唔通拍照相，适时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新增有一件讲是全台湾上大的自办盗警案，检调发现讲警方涉嫌找人头有关犯罪的成交量，向公股银行贷款几10亿。将约谈建设公司4楼一个姓杨的董事长是1000万交保。我见新增捷运站泰城至善园徛伫黄金地段，会当讲是全台湾上大的自办盗警案。即摆互检调发现，兴办的过程有问题。穿干嘛色的衫，互人带入去地检署复讯。建设公司姓杨的董事长询问了后，入定1000万块交保。检调17分做真济路来搜查，带回真济人约谈。经过透明询问，2个姓洪的副总甲姓简的董事分别入定60万甲50万块交保，4个员工是3至8万块交保。下大动作搜查约谈，是因为检调发现，建商为了得到现金用资，涉嫌找人头来买，做无实在买卖合约。灌水易售处的申交所向2大公股银行、合库甲土地银行诈贷几60亿。到即马原来有地主控诉，建商到即马唔交出过户，怀疑都是卡伫人头。现在都摆烂了，他也不出面啊，就是房子没办法交屋啊，房子给你盖到现在，全部都变成烂摊子了。
当初刚开较无2年，就甲地主达成共识，建商整合土地办途径，规划总户数超过700户。即届发生这种代志，建商也未做出回应，专案也以违反银行法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福山食物园，今仔收到一封国外电子邮件，写讲伊那个园区内底放炸弹哦，警方早起嘛出动金属探测器来进行检查。开园是9点。哦，是哦。嘿，对，9点之前我们就收到讯息了。好，所以目前里面都没人。没人。哦。顶多是研究生了，研究员，这样研究人员。对。陆续来的我们就这里请他赶快回头。哦。这是严重的公安讯息。好。这样。那研究人员有疏散吗？啊？研究人员有疏散吗？没有，我们都有掌控，请他赶快离开。哦。警方用金属探测器一位一位检查哦，向变数的水箱嘛详细扫过。福山食物园的游客入山拢爱申请，也毋过因为早起有状况哦，嘛要求游客先离开。伫园区内底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哦，嘛要求因先落山。园区爱净空进行搜索，也毋过无发现问题，因为接到恐吓批，今仔就先休困一天。炸弹客，不吓一跳。2020年哦，伫中华有一个姓罗的未成年少年人，互头家虐待。监察委员是认为讲，咱国内针对青少年伫工课强的规定是真伤人，所以行政院应该要要求各部会重视儿少工课场的安全，避免经济弱势的囡仔哦，互欺负甚至受害。2020年，中华一个细落的少年人和拄成年的适龄的查甫人，伫食头路的期间，互因的头家虐待，甚至用电刑造成细落的少年人伊的脚趾头爱截掉，根本是台版柬埔寨。监察委员申请调查这个案件，要求行政院爱监督各部会重视离校集中的安全，比较重大儿童虐待检讨机制，检视青少年的劳动政策。雇佣青少年的监管法令事实上是宽松，让少年更容易特别这些经济弱势少年提早进入就业市场，会沦为人口贩运的高危险群。监委也表示，这个案件适龄的查甫人因为封拘禁伤久，要到无法度去便利商店偷物件来食，说互法医判窃盗罪有罪确定，无符合比例原则。更何况他是一个人口贩运，疑似人口贩运的一个被害人，司法其实没有贴近这整个事实，也没有还原这整个事实。我们的刑法竟然是冷冰冰的对待林男。监察委员表示，这个案件的被害人伫司法的调查期间，方认定是人口贩卖的被害人，依法爱受到法律的协助。不过，细落的少年一直到2审才有律师来协助伊表达意见，批评相关的定词无够周至。另外，针对法院无考虑适龄的查甫人是人口贩卖的被害人，监委也请法务部建议提起非常上诉，也是再审，落实被害人参与诉讼定词的机制，维护受害者表达意見的權利。記者柯嘉選、謝桂玲台北採訪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仔伫伊的官舍邀請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英特爾和三星等台灣、美國、韓國7間半導體廠的高層會談，望講因會當擴大對日本的投資市場，加強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另外，因為美國的股市大起，嘛帶動台積電的股票今仔嘛起哦，盤中上懸是起到536塊，台灣股市今仔嘛是起袂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仔日真罕行，选伫个首相的官舍，邀请台湾、美国甲韩国等等全球半导体大厂进行会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嘛受到邀请。日本啊，在那个化学材料跟晶圆厂的制造设备这一部分，在全世界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他当然是希望能够邀请全球的半导体大厂到日本投资，然后呢，强化日本在国际上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的积极振兴晶片产业，是因为日本的企业伫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市占率已经降到10%左右，平1980年买期的50%，搁较低。相比起来，台湾、南韩甲中国的市占率拢比日本较悬。日本政府要拼伫2030年进前，提高国内半导体相关收入到台票3.4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敢会趁即摆的机会，宣布要伫日本起第2座7奈米的晶圆厂，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台积电毋但伫全球部署，因为美股爬起来，台积电18号表现真好，开盘533块，
中途上悬来到536块，起17块；台股来到16000点，起180点，创下11个月以来新高纪录。这3天快速的大涨，我们重新回到16000之上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贡献都是来自于台积电短线的大涨所带动的一个行情。分析师认为讲，若准台股会当把握这摆的机会徛好在，未来有缘有机会爬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因应法规定，优先针对碳排放的大户征收碳费。也毋过为着要达到2050净零碳排，环保署嘛推动温室气体自愿减量的方案。企业成功减碳，就会当有碳权，佮会当买哦，一栋大约是1块到8块的美金。征收碳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内目前优先管制对象是排放大户。500间企业大约涵盖8成的总排放量，毋过要达成2050净零目标，嘛需要其他企业做伙拍拼。环保署要甲现有的温室气体抵换制度转型做自愿减量方案。若企业无需要纳碳费，佮愿意配合减碳，就会当得到碳权，佮会当卖出去。是利用减碳这个有价的这个方式，是一种经济诱因的方式来促进多元的减碳工作。环保署透早举办专家论坛，针对要安怎推动甲定价效收集意见。专家指出，目前国际上交易的碳价分做2大部分，像我智能家电等传统减碳方式，碳交易价数较低，一吨1.71美金。不过，若种树做零丁购碳方式，价数会较悬。重点是，它真的可以从大气中把碳抓下来。那这是我们走向净零这个目标上面必要的手段，指数造零啊，什么蓝碳啊这一些。那它的平均价格是比较高，大概7-8块美金。若安怎进行碳交易？环保署表示，目前规划是透过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减碳交易所，如果上近7月底成立，初期应该会提供咨询的服务，有需求的企业会当透过平台掌握资讯。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昨指出讲，未来5年全球有6成的机会温度会升悬超过1.5度，表示讲未来咱的生活受到极端气候影响，恐惊会愈来愈多。地球愈来愈热，科学家预测，咱已经热到挡袂牢的世界，真有可能搁创新高温纪录。因为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碳排，也甲反省型现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7针对未来5年恐惊发生的情况做出预测。There's 66% chance that we would exceed 1.5 degrees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It's practically sure that we will se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once this La Nina phase is over. 超过这个范围，代表全球的温度比19世纪的下半世纪温度高摄氏1.5度。当时的工业化、化石燃料排放才当要开始升悬。世界气象组织嘛发现，未来5年内出现人类历史上上介热的年份机会是98%。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we expect to happen see in the Arctic, where we have already seen more than double the global warming taking place, and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the estimation is that the Arctic temperatures would be 3 times the global averages. 目前世界各地气候灾难事件，像讲野火、造大水、造大旱，拢一直增加。科学家认为，国际社会有这个必要继续努力，将全球的温度升悬控制伫摄氏1.5度内。16伫法国举行的巴黎气候展，就以气候紧急状态的名，希望会当提高咱的关心，并采取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意大利的北部连续落大雨，造大水，嘛发生水崩山，有真侪所在灾情真严重，要求几千人撤离。目前知影已经有9个人死亡。F1 的赛车比赛嘛取消了。阿明尼罗马那大区的萨维奥湖水量已经满出，市区的路淹水，水强要淹到厝顶，佫落穿用马的农田浸入咧水内面，水正错流，经济正危险。普隆纳这栋建筑物一流大水下过，地势较低的所在淹水，卡车也无法度过。
伊拉伫北部即几天连续落大雨，山顶的大水甲土石流规个下来，造成死伤。当局讲有一寡所在36点真久落的雨量是年平均雨量的一半。布隆纳一座桥登起，真侪路封起来，火车嘛无驶。虽然雨有变较细，不过开水水位还阁伫咧上升。阿米尼罗马那大区的首长博纳奇尼讲，即马正拄到前所未有的气候灾难，超大量的雨落伫咧无法度记载的土地上。当局继续出动警消，坐丘陵船来回巡，也派直升机对天顶吊挂救援。Quindi come situazione è abbastanza complicata, l'unica strada。一部分一日风定小赛车，伊莫纳赛道部分，还有一寡区域，即马拢淹水。大会宣布比赛取消，叫车迷唔通过去。这是阿米尼罗马纳大区这个月第2遍受到恶劣的天气影响。这个月初发生风暴，有人死亡。气象学家就讲，伫咧过去几个月落的大雨，或者土地咸水咸甲正饱，无法度个记载。所以若个做大水，影响就真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18到期，经过土耳其甲联合国出面参详，这项协议会搁再延长60天哦，延到7月18。另外，欧洲理事会伫17开始伫冰岛开会，要替乌克兰建立一个战争损失的登陆平台，要来向罗西亚讨赔偿。上尾一台协议出口的运油船，17载满帆贝离开乌克兰的港口。俄亥国务协议本来18到期，经过土耳其甲联合国出来超过了，这项粮食出口协议会搁再延长60天到7月18。Ülkemizin gayretleri, Rus dostlarımızın desteği ve Ukraynalı dostlarımızın katkılarıyla Karadeniz Tahıl Koridoru Anlaşması'nın 2 ay daha uzatılmasına karar verildi. I welcome this decision. The continuation is good news for the world. Outstanding issues remain. 俄亥国务协议到即马总共已经出口超过3000万吨的粮食，其中有62.5万吨是用在帮助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维持全世界粮食安全。不过，俄战争也搁伫咧拍。欧洲46国组成的欧洲理事会17伫冰岛的峰会，有超过40个国家签署替乌克兰设战损登陆平台，以后要求赔偿。We agreed that without accountability, there can be no lasting peace. And to reaffirm the need for a legal response for all victims and for Ukraine,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groundbreaking enlarged partial agreement on the register of damage caused by the aggress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7日咧支付甲中国地裁理会会谈。乌克兰外交部讲，有向中国地裁明确表明，未接受任何为着要结束俄战争，所救人爱失去领土的提议。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英国的哈利王子甲牵手梅根10日伫纽约参加一场颁奖典礼哦。离开的时阵，有人为着要偷翕一路对车，哈利王子的发言人是表示讲，规个过程哦是真危险，嘛影响到其他的车辆甲一般的民众，阁有2个警察。当年的戴安娜王妃哦，就因为安尼发生意外死亡，也毋过真佳哉，因2个人是拢平安。英国哈利王子甲伊的后梅根，佮梅根的妈妈，在伫纽约参加一场颁奖典礼了后，去互人对伫后壁翕相。哈利王子的发言人17发声明表示，一阵真有攻击性的狗仔队，驶6台车窗满乌的车，上演一场瓦近灾难性的对峙。对峙事件超过2点钟，这个过程差一点仔去压着，普及过路人，佮有其他的驾驶甲2个员警。后来，哈利翁仔某换坐计程车，想要互因入无，啊，毋过计程车司机是讲，因无感觉有危险。Oh,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I think that's all, exaggerated and stuff like that. So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that. But as far as you were concerned, when they were in your taxi, did you feel like you were in danger? No. New York City is the safest place to be, right? 哈利甲媒体的关系长期拢无好，因为妈妈戴安娜王妃伫1997年巴黎崩坑内去互拄着死亡车祸，都是为着闪过这个狗仔队的对峙。哈利甲妈妈的死，讲是媒体对私生活的骚扰。纽约市长亚当斯谴责伫人真济的城市上演开车对峙，是粗鲁而且无负责任的行为。I would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2-hour high-speed chase
That would be,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but we will find out the exact duration of it. But if it's 10 minutes, a 10-minute chase is extremely dangerous in New York City. CNN 报道指出，哈利一个保镖表示，这个过程毋是一架换车，有人看到两个人开一台黑色的汽车离开颁奖典礼，后来还有人发现因换一黄色的计程车，好甲在到尾啊拢平安到大个所在，敢若着青囝尔。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政府核定高雄大拿埔的南青计划区，正做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哦。也毋过所有乌道要用2倍计数去标园区内底的工程，结果是无标到，因着叫人去破坏地标厂商，去因的工地破油漆对车恐吓，已经有3间厂商哦不得已先停工咯。趁着半暝来到厂商办公室牵鸡卵破油漆，规涂骹拢是鸡卵，用意是要互得标的厂商行遐弃标。为着闪避着追查遮风过来的细汉的，佫会甲车牌拔走，挂伫要犯案的车辆管顶。假环境维护之名，要求厂商将标案交付给该集团施作，并串联多家承包商高价围标，赚取不法利益。警方将压这不法集团有能力中介工程公司，看准政府要设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就以关闭成本价2倍的计数来投标，而且恐吓着其他厂商袂当来投，失败了后，佮恐吓得标厂商的员工，爱因袂当去上班，厂商因此停工3工，损失15万以上。会派员去跟车去跟这些员工那甚至会派人去丢鸡蛋那造成这些得标厂商心理的一些压力警方表示，去年10月到今年2月，陆续有厂商互恐吓，初步清查无厂商因为安尼来弃标。毋过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商机真大，嘛属于国家重要的计划，将会加强来追查甲有园区内底围标也是恐吓处在等不法的代志。而带头的主嫌，去年嘛捌因为相关的案件互警方上班，将会扩大追查，敢佫有其他的受害厂商。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营建署去年开始，将对校园4科位的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进行补助，也毋过依然有伫位质疑讲，因县政府拢无协助学校申请，今仔嘛去一寡危险的路口勘查。县政府是表示讲，有针对15个学校提报交通安全改善计划，总经费将近1亿。伫校园路口会当看到袂少家长开车违规停几排，等要接囡仔，毋过嘛，互交通的动线大乱，有当时还有大货车经过，学生囡仔上下课看到真危险。雨天的话，这里全部整排车会回堵到快要红绿灯那里，那车子就等着在前面那个地方回转，让孩子下车，然后他又会从这个红线离开，那就会造成很危险的情况发生。卡车常常会从那个安平这边往下行驶所以小绿门这个地方刚好学童都是进出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刚刚陈如校长所讲的他一定会有他安全上的疑虑啦。立委陈后撇到资深花德福校园路口会勘，结果校园出入口虽然有买条线，暗过无青红灯，嘛无完善家长接送的所在，校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解决。营建署去年开办校园周边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补助计划到即嘛，立委是这期县政府也是无替学校申请改善宜兰学校交通环境。已经会诊了大概有15所的学校做一个提报的一个计划。那相关的计划我们正在会诊中那包含一些路面的改善行人的通行学童上放学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县政府讲，中央会当申请补助的道路改善计划真侪种，包括生活款计划甲前瞻计划，已经整理县内15个学校提报交通安全改善计划，包括华德福，经费将近1亿。最近会将相关计划汇报予内政部政府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火车头是国定古迹，对2017年开始征收，也毋过因为无依照古迹收复的天数，去年互要求停工，到当佫无法度复工。明年是台南建设400档有办真侪大型的活动，所以嘛望讲火车头当赶紧完工。今仔早起嘛去进行会勘。今日台南火车头2楼的展示厅已经是完成大部分古迹修复工程，环境看起来是真水。不过事实上，这个地点日前是发生毁损的争议，部分的工项承包商无经过文书变更审议通过，就家己来施做，后小企用停工，工程延宕到现在。
台铁局有进行告发，也要求追偿，没有错。但是呢，相关的公务人员该送审计委员会的，我们要求一定要送审计委员会。那审计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看到一些瑕疵、违规的地方，也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2017年开始动工的高级修复工程，原本2020年就要完工，到现在已经是延动2冬。当年开工时阵的因价，到现在阁架调的，严重影响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明年阁是台南建设400年的纪念，民代是要求都应该尽速来完工。对此，文化部嘛承诺将会尽速安排文书审议。第三方鉴定完毕，这个相关的一个资讯，是不是要在文书审议、在做审议以后，我们才能够进行发包？那就这一部分，我们就配合台铁的时程，然后尽快安排委员来进行审查作业，然后尽快把审查期间尽量缩到最短。相关公部门是承诺将尽速沟通，在无影响品质下顺利完工。不过上新完工的日期嘛有计爱到2025年的年底，尤其明年阁是台南建设400年的纪念，重要的门面是一再延动，难免是互人情遗憾。记者郑混淡报道。花莲的吉安乡最近有民众看到路边有3只马仔乌白撞，惊一条赶紧报案。警方是先把这马仔固定，联络主人。主人表示讲，伊嘛唔知这3只马仔是安怎走出去的，警方嘛依法来处罚。路口监视器眼看到花莲吉安乡光华二街车路顶悬竟然有3只马在走，后边对一台小轿车唔敢超车，对向的车主是惊甲马上停落来。好险有保那个车碰车，但是我不知道车碰马会不会赔啊，所以我就只好停下来等它过完了，我再过去这样。这是发生在17早起6点，警方马上去控制这个马，搁联络附近有一个专门予偏乡囡仔体验骑马的马场头家，头家也不清楚马为什么走出去。日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铁门是开着的，明明锁好的也没有被破坏。现在是栅栏是有在加强的，是不是？对啊，现在再补啊，再补一点点焊点，因为也一方面也怕它坏掉。好佳在无发生任何交通事故，马也平安登入马场，不过警方也是爱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取缔告发，呼吁民众饲养动物应善尽管理责任，避免衍生交通事故。主人强调，对附近的居民甲驾驶真实的除了会加强市的环境以外，đảm保恢复平静。最近佫会免费开放给民众近距离接触甲饲物件，也会讲解马相关习性。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想要请外籍年保是规定讲，厝内爱有3个6岁以下囡仔，真正请无人才会当申请因为条件真严格，所以外籍年保的人数无济，国内只有1600个左右。有风声讲，劳动部拍算要来放零条件，只要2个4岁以下囡仔就会当申请也毋过脱局联盟是认为开放毋是办法，加强公共脱局才对。厝内有有囝的家长，有人会选择请年母来顾，但是有一寡3个囡仔以上的家庭，要找年母其实无介好找，负担嘛较重。照目前的规定，这款家庭若合资格，嘛通改找外籍使用人。因为台湾的如果说平常在就是如果没有24小时的话，可能是要大概3万块，但是外佣的话当然是比较便宜啦。除了薪水有差，有家长嘛认为外籍使用人通点厝顾囡仔，比送去年母因兜加较放心。只是目前法律是规定，要有3个细汉囡仔的家庭才合资格，要申请嘛无简单。即马劳动部就正在研究要放零规定，在他聘移工之前，一定都要依照我们规定的求财薪资，在国内对这些本国劳工人来进行求财，没有人也没有办法那个媒合雇佣的话，才可以让这个工作机会来引进外籍的帮佣。劳动部拍算修改规定，对厝内要有3个6岁以下的囡仔，开放到只要有2个4岁以下的囡仔就通申请。不过体育联盟表示，因进前有针对这个议题做调查，超过90%的体育人员是反对的。我们回收了4000多份问卷，然后98%的人都是反对的。那保姆也是确实会说，这样会影响他的就业机会。体
育政策人民表示，政府若认为托育能力不够，应该要提供资源，加强公共托育，互家长有资源接触，毋是颠倒开放国歌。罗法师表示，即马全台的外籍使用人才千挂人，敢要放量，会阁听各界的声音。记者田文曾由台北采报道。立法院昨针对国民教育法保留条文进行调研协商哦，针对各中小的自学生学费补助是用附带决议来决定，则个由院长要来协商。长期推动母语教育甲母语家庭的家长是认为讲，自学生的补助准讲会当放任到各中小，对想要以母语自学的家庭学生来讲，应该是有帮助。伊若是无说离遮高强。安尼对家打过来，这水就变成安怎？它就变成自己流下来的水，叫自由。陈良洲当咧上自然课教自学学生有关地下水的知识。立法院17通过国民教育法初审，要求政府另外定出补助的规定，协助各校阶段的实验教育发展。做自学教学15年的陈良洲认为，政府嘛要有配套措施，钱开落才有效果。一寡迄个补习班啊，一寡开的会晓做生意的人，一定会想讲要安怎去摕你这20班，伊就开始帮写，总讲写自学报告啦，写自学申请啦。你若是讲这个团体是好的，安尼无问题。毋过，若是有人专门咧摕这个找这个空棚，补助才有意义。另外，陈良洲本身也是讲台语的全母语家长，伊认为，若国教法修法，通为各校自学生提供有效补助，确实对母语教育有帮助。我想要阮兜的囡仔会当讲较久的母语，所以我想要伊但母语的较侪母语的环境落去上课。你有1万块、15000块的这种补助的时阵，会当减轻足侪迄种的负担。陈良洲表示，这种自学方式，凭学校1礼拜1节母语课的教学方式，一定效果会较好。另外，除了补助自学生，陈良洲认为，政府会当甲补助提供予一寡较偏僻的实验机构，对一寡无在调进行自学的家庭来讲，也是一种推动方式。记者郭长随新北报道。台北市一间咖啡厅因为久高的评论甲人客发生纠纷，人客对这个店家的服务不满意，所以互这个店家一粒车。结果这个店家竟然伫网络找出公开这个人客的名甲相片，佮敲死人客。这个人客嘛表示讲，也对店家提出告诉。消保官嘛讲店家的行为已经违反个资法。今日咖啡厅点咖啡来啉，店员提醒讲内容有上价消费，有时想讲买一个饼，店员讲无买，人客规气皮包摕起来啉咯。双方闹甲无爽快，这查某人甲迄天消费经验写伫Google评论区留下1星负评，讲店头的品项无齐全，拒绝过去消费。验过这言论引发业者不满，事后去搜寻人客的面册甲 IG， 并且公开来甲公布。业者伫商用社群连续50篇限时动态，看到人客各种相片，连亲戚朋友相片嘛有，也佮配着滚酸球口水文字，互人安尼做，造成陈小姐出现心理阴影。已经严重影响我跟朋友的私生活，我今后踏进咖啡厅、餐厅都会有阴影。我当天晚上连遛狗都不敢出去，然后也会怀疑，就是留下自己真实的心得言论是不是错了。陈小姐委请律师除了提起刑事告诉，包含妨害名誉、告诉法以外，侵害肖像权、私维权等等，嘛要提起民事的官司，请求损害赔偿。而消保官回应，店头品项有欠少，应该合理的调整上架消费的规定，达到友善公平的消费条件。一般餐饮业法规上面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应该要用怎样的计费方式，但是店家有义务要清楚的揭露自己的消费条件。实际来到这间咖啡厅是伫台北市大同巷仔内，原本是正常营业的日子，临时关店无开门，打电话予负责人，一个进前也无得到联络。其实真侪现代人到餐厅消费了后，会留下评论，表达介意还是无介意。若是对着加分的评论，店头有疑虑，到底是要做较好嘞？今天这个人他的发言已经不是一般的自由言论保障的评论，而是有点侮辱或是骂脏话、三字经，会有妨害店家名誉的问题。律师强调，除非店头遭受不良恶意抹黑、牵涉妨害名誉，应该提告。不过，敢若评价制度不合理，需有言论自由保障，无多顺法律途径来解决，建议用发声明、恢复留言这方式来表达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的清华大学校最近举办作家黄春明酒，黄春明是表示讲，这嘛是电脑时代哦，
愈来愈少人看册阅读，希望讲透过学校活动，培养学生囡仔的文学素养。今年88岁黄春明老师是台湾真出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其中上出名的作品有《儿子的大玩偶》、《看海日记》加的小说。黄春明老师的作品要用演讲、诗歌、研讨会、戏剧这的方式呈现。这届清华大学特别用老师过去的第一篇小说借一个会做主题，举办黄春明周，展现老师对土地的关怀。讲故事的这种能力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种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激发一些人与人的感情，跟不同的领域的合作的这种情怀。黄春明老师表示，即马是电脑时代，大家愈来愈少阅读，造成文学素养愈来愈低。希望会当透过活动，培养学生有更加直白的文学素养。因为我们手机的这个 iPad 电脑一普遍之后啊，现在很多的阅读就很少了，并且呢，写文章的人他自己直接就铺上网，自己写自己又铺上网呢，也有读者，但是呢，就是很狭隘，没有被拿出来，大家来很公平的、很客观的去肯定它的价值。黄春明老师是台湾乡土作家，也是儿童剧团的创办人，伊嘛是一个插画家，所以现场捌展出老师亲手画句、落雷这红仔图作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文化人对土地的关怀。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泰国曼谷一间百货公司放一只对德国未来的大猩猩来请人客，也毋过引起真侪国内外人士的批评。泰国的自然资源甲环境部想要用3000万的泰铢，望业者帮这只猩猩自由，也毋过业者嘛是无愿意。伫泰国曼谷市这栋7层楼管理帕塔购物商场，最近成做新闻焦点。因为业者大动作，计划开赏金10万泰铢，要掠伫咧商场外口做饼的人。做饼内容只干那一句话：释放小莲花。小莲花是予人关伫咧商场指定私人动物园的这只东部大猩猩。1992年，也就是伊3岁时阵，互业者自德国买来，就被关起来，变做北客商场的活广告。消费者只要开80泰铢买参观门票，就让隔条玻璃近距离甲小莲花翕相。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wildlife that needs an improved life as well. So we've tried to talk with them, but they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re not willing to close down and want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 zoo on the top of the shopping mall. 小莲花伫咧冠军阿蒙陀基的这个正位空间内面，互人关30档。而且最近15年，本来甲伊关做伙一寡猩猩，拢已经老死去啊。只敢若剩伊孤单一个，真侪游客拢捌看过小莲花伫咧笼仔内面，心情郁卒伫咧拍脸斗，挽家己身躯顶的毛。国内外要求业者释放小莲花的声音愈来愈大。泰国自然资源甲环境部就建议用3000万泰铢换小莲花自由。不过业者讲，小莲花年岁有啊，无适合抓龟。And this animal is completely on her own for the last, well, more than about 15 years since her partner died. So, yeah, it's a very unnatural circumstance. The environment she lives in, and also the way she's living on her own is in my opinion, not the way it should be. 泰国最近通过保育法，主要是针对防止虐待动物，而且是本国产的物种。私人动物园也有亲像东部大猩猩这寡外来物种，拢无包括在内，所以帕塔动物园也是会当营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爱看恐怖电影民众最近美国甲掠鬼神父的故事去做电影，这是一个捌发生过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阿摩特神父，伊捌担任教廷的头名掠鬼神父。伫36档内伊办超过6万件的掠鬼仪式。咱做伙来看卖。We have more questions for you, Father Amort.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You talk to my boss, the Pope.
奥斯肯亚帝罗素克洛主演的梵蒂冈库莫斯，描写库莫斯甲互社灵父亲的查甫囡仔对决的故事，剧情看起来奇幻含古。也毋过主角阿莫特神父真正有这个人，伊为1986年到2000年担任教廷首席库莫斯，3年之间举行超过6万件的库莫仪式。阿莫特将惊险的经过写作几本册，连罗素克洛拢讲内容比起电影更加互人惊吓。You know, he left behind a whole bunch of his first-person experiences to read through.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like a dozen book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so it was just his journey that really fascinated me to start with. In terms of what happens with an exorcism and stuff like that, everybody's going to have their own opinion, but these are books that are written from first-person experience. So. 沙摩父亲事件是真是假？科学界甲宗教各有解释。大法师电影内黄父亲的人体无正常的扭曲状态，互亚米去加良顺。那真正的驱魔技术，敢是也出现真歹理解的异常现象。菲律宾驱魔神父史奎也表示，伊看过场面也真惊人。Well, we have cases of even bodily contortions where the person would bend backwards until the head would almost touch the feet. Okay? So that is physiologically impossible. And I have a priest friend, an Italian priest, who really saw the head of the person turn 360 degrees. 虽然驱魔片带有神怪对决，正是两入的戏剧性元素，剧情的真实性总是正做辩论的焦点。不过无变的是，人的坚定甲信念力量一定会当超过宗教界线，这也是电影想要传达的正面意义。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台湾风潮一时风，一时影，近代嘛，当咧定心定意。每次到国外的